元朗呢一間村屋真係抵到喊，超新樓齡仲全新裝修，聽我講完你一定心喐喐。中層單位仲連埋個露台，308萬，性價比真係爆燈。入到屋睇下，單位實用面積大約700尺，做到真正3房格局，空間真係用到盡。客廳夠晒大，完全唔使你裝修一丁點，買返嚟直接入住。開放式廚房設計夠晒溫馨，煮緊飯都可以同屋企人傾偈，唔會悶喺廚房入邊。露台窗邊望出去，仲有一片綠化，日頭陽光入嚟，採光好到唔使開燈。跟住睇3間睡房，更加有驚喜，窗戶夠大，日頭瞓醒睇到靚景，心情都好啲。整齊企理嘅大理石紋地板，夠晒高級，買啲家私入嚟就住得。第3間房靈活度超高，屋企大細都夠住，呢個空間真係啱晒一家3口。廁所都係全新裝修，牆磚地板都新淨企理。露台擺盆栽做小花園都得，呢個空中休憩區真係呢間屋嘅加分項。仲有交通都唔使煩，樓下有小巴出入，輕輕鬆鬆就可以接駁西鐵站。返工返學出市區行街都話咁易。元朗呢啲拎包即住家樓齡新嘅村屋，手快有手慢冇。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睇樓啦，告別租樓，擁有屬於自己嘅溫馨小天地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